亲爱的好朋友，后世记得老子，不是因为他身居高位，而是因为他留下了一部影响千年的书《道德经》。在春秋末期，天下秩序逐渐崩解的年代，诸侯争权，人心浮动，人人争先，处处较劲。老子却选择转身离开，把一生的体悟化成短短几千字。他说过一句话：柔弱胜刚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真正能走得久的，不是逞强的人，而是懂得退让，懂得保留力量的人。老子留给后人的启示是，人生不必处处用力，有时放慢脚步，少一点对抗，反而更安稳。祝福你越来越好。